刚才从检测当中发现，这批货物当中夹带的是铯137这种物质，它超过了国家规定限量值的3倍以上。从今年以来，我们镇海口岸已经检测到两艘次的那个船舶进境货物当中夹带有铯137这个物质，那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日本，尤其是以福岛周边的港口为多。自日本发生大地震以来，宁波口岸在进口货运渠道查获的辐射超标的废物金有8544吨。